首先能夠再次得獎，我哋深感榮幸同埋感恩。呢個唔單止係對成個團隊嘅努力肯定，更加令我哋見到進海金融喺財務顧問嘅路上，真正做到融合金融、法律同埋會計嘅努力，並且得到業界嘅認同。我哋匯聚各行嘅精英，以非外判嘅模式，每位成員都深耕專業，洞悉趨勢，提供精準嘅解決方案。我哋特別感謝客戶對我哋嘅信任同埋支持，我哋會加倍努力，以更優質嘅服務回饋。進海金融集團秉持智慧引路、運籌帷幄，提供一站式嘅企業融資、財務諮詢同埋資本市場規劃。連續2年獲獎，引證喺呢個理念下驅動嘅策略決策係正確嘅，同埋我哋團隊確實係有能力去精準執行。我哋以跨界精英為核心，囊括分別由國際律師事務所、4大會計事務所同埋國營券商等等出身嘅律師、會計師、銀行家同埋財務顧問。憑住豐富嘅經驗，我哋為客戶量身打造上市、併購、發行債券同埋項目融資等等嘅方案。客戶可以專注返佢哋自己嘅營運。我哋從多角度化解瓶頸，助客戶利益最大化。最近1年全球經濟放緩，資產價格下跌，本應該係會令到各個行業嘅進步放緩，但正正係因為市場帶嚟咗好多問題，令到客戶多咗業務上嘅變化，融資併購活動就會增加。我哋憑住客製化嘅方案逆勢增長，業務就自然會穩步向前。隨住今年香港成為全球 IPO 集資最大嘅城市，我哋期望未來2-3年能夠更加偏重協助內地同埋香港嘅客戶喺香港上市，為本地業界增添一啲動力。我哋亦支持幫助中國內地企業出海，幫客戶喺世界各地尋找適合佢哋嘅市場，包括喺美國、新加坡或者杜拜等等進行上市。另外，我哋都有1/3嘅客戶係嚟自東南亞，包括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令我哋嘅團隊獨有嘅國際金融顧問知識都得以充分咁樣發揮。除此之外，我哋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同埋公益活動，支持當地社區嘅發展同埋改善。我哋舉辦咗多次嘅財務諮詢分享，包括係香港同埋內地參與政府機構同埋唔同組織所舉辦嘅財務投資分享。除咗上年南寧市政府代表團到訪我哋公司之外，今年7月份，我哋都好榮幸到福田青年會代表團成員光臨我哋公司進行指導，同埋俾機會我哋分享香港嘅金融市場概要。總括而言，我哋會繼續秉持專業、創新同社會責任嘅理念，同客戶一齊並肩邁向國際資本市場，攜手締造更輝煌嘅未來。